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10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战机，拜二暗地执行夜间训练的时，飞官下派分。大赦逃生，加在意识清楚人平安。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有去探视飞官，空军嘛要求换上战机，即马爱先全面停飞，已经做专案小组要调查事故的原因。空军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发动机故障。海巡人员大家做伙甲人救起来，顺利救起来就是空军飞官上尉谢派芬。飞官谢派芬在换上2070暗8点05分自新竹基地起飞，执行暗时炸动训练。延过半点钟了，遭呼叫讲发动机无动力。1分钟了，谢派芬自关岛一声鹰笑，紧急大赦。国军派 S704 加 C130进行救援。经过要加2点钟，暗时10点20，伫新竹外海找到谢派芬。延过 S704 伫咧吊挂时阵，才拄到吊挂拿故障。最由海巡的舰艇支援后送，伫咧11日透早1点22分，登到台中5车港，随送到综合病院。初步检查身体有一寡所在刺伤。总统赖清德11早起去看谢派芬，感谢国军无分立面保卫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他们非常辛苦。我也敬请国人能够全力支持国军，做国军的后盾。伫咧搜救过程。S704 发生蓝塑化故障的情形，无法度吊挂谢派芬，所以大家即马也伫咧关心，即马村的3台 S704 脱线率。此次故障的小白交给维修的合约商来去做拆解故障的原因造诣的调查，目前正在执行当中。空军启动天然作业，下令换上战机全部停飞，安排特检，也成立专案小组，将飞机好起来调查原因。这个是要非常专业的这个飞安的实地调查，不管是环境或是机械，甚至人员的因素，我们都不排除。北中南东我们都有相关的部队在24小时的做轮值战行，对我们空军的战力短时间不会形成压力跟影响。空军也证实，涉事的幻象战机70下昼有弄到鸟仔，迄当阵的检查拢符合派飞的标准。伫暗时要飞进前的检查也拢无问题。另外，国军搜救行动算是由海委会主委关闭令主动对外说明，引起争议。空军表示会检讨改进。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新光金矿要卖，中信金、大新金拢小钱要卖。昨下晡，大新金矿和新光金矿有召开临时董事会，决议要通过条款换股的比例，希望这站买卖会当成。也毋过即马中信金矿嘛要卖，伊伫9月11日时嘛已经有报警去金管会，金管会当日审核，9月14就会有结果。中信金要甲大新金抢新光金。所以，大新金加新光金的新新病，伫11下昼开临时董事会，决议要调管换股的比例，争取股东的支持。以台新金控的0.6720普通股，加计0.175股的新种特别股，来换取新光金控1股的普通股。新种特别股每一股的面额是新台币10块，年利率1.665%。会伫3年了，按照发行计数全部收回。依照大新金10月收盘计数，每一股18块半，加计特别股调整了转换计数所含的新光金每一股换股计数14块100，比原本的计数提悬25%，双方的竞争愈来愈激烈。我们是11席董事通过了哈，那有2席是这个保留，2席是反对哦，但是还是通过了。我觉得有合意并购的时候，就政府应该理应就不应该再核准另外一个恶意并购来骚扰。中信金发声明讲，国际上无迄种合意并购优先的概念，收购计数比竞争对手加要加3成，无资本无够的疑虑，也提供员工3年工作权的保障，并且释出善意，合并了保留新光金的名，将会改制中信新光金控。若是以收盘计数换算收购计数，这么新兴病跟中性病的计数正晚。那以后台新金这个合并了新光金之后，股本会膨胀的更多，那也会稀释掉以后的这个 EPS。
金管会证实，中信金已经伫咧10月正式报警，金管会会继续审核。上面核准日期是9月24。因若台新金收落来是毋是搁再调悬换股的比例？台新金表示，10月初9将会开临时股东会，这1、2天就会将议案的计销资料还予交易所，也就是讲，计销若决定了，就袂搁再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呢，换来关心金华城的案件。检方昨昏在是个提醒经威京集团的主席辛庆京，下晡个提醒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不过民众党冒开记者会，伊是批评北检办超速加两个案的时阵是直说办郭文铁刷嘴紧紧。双手往口起来，手提物件对警备车行落来入去北检。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下晡红提醒出庭，金华城案继续侦办。检方嘛第2摆提醒威京集团的主席辛庆京，继续厘清甲木金流基约收乌钱的对价。辛庆京的委任律师欧元良面对问题是低调，无要回应。接下来会对策。可是身体还好。检方小连续2天，阁提醒包括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台北市前副市长裴进升等被告，要来交叉比对警词，阁公布来继续搜证。11是第1摆以证人身份，团台北市的前副市长嘛是现任高雄市的副市长林清盈。冤枉啊！这个柯文哲当初，谢谢。面对媒体态度是真低调，进前威京集团辛庆京要指涉瓜市府的官员讲摕乌钱，林清盈要主动发声明，中心迄当阵是反对金华城的容积率换算到679%的立场，即马到北检作证含说明，信后请回。面对检方侦办的动作，民众党团早起开记者会，批评北检办超速2是办甲敢若牛，办郭文铁就有够紧，表示讲会提案甲特产会预算抬调，而且评估安怎处理法务部和北检的预算。记者综合报道。在咸乡市，咱来关心天气。今年第13号的风台北北加，目前是轻度的风台。拜六礼拜会上挖进琉球的海边。了后呢，这个风台就会行往中国的浙江。咱来看云图。对云图顶头会当看到咱台湾今仔日水汽会较济，这是因为咱台湾东边的外海即马有水汽会刷入来咱台湾的天顶。东半部规工不时拢会有短暂阵雨，西半部含外岛是侪云的天气。过到了后，苗栗以北也阁有其他的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云林以南南投，今仔日会有局部大雨，乡亲就爱小心。因若下暗到明仔早起，就只干那剩东半部会落雨尔。今仔日各地头的高温普遍拢有伫32度至35度，因若无落雨时，卖感觉较翕，卖较热。中国伫9月初有重新开放咱台湾油会当销去中国。即马农业部的防检署针对准备销去中国的这油有加强检验，验过内底有一半拢有验出害糖，检出率有要到一半无法度通过。花莲县的农业处是表示讲，地方政府会去加强辅导农民，加强包装和清洁。用超级特写来翕油的地头，会当看到2只白虫，这都是白龟神。另有一张相片，地头外口有一大堆龟神。中国顶开放输入台湾文旦，防检署加倍来取样，结果发现讲28批338栋的文旦，内面竟然有12批162栋是检出有害的糖，无合格率是有48%这么悬。以正常的农产贸易来讲，它的不合格率其实是偏高的。这一次中国它短时间之内开放，那因为中秋快到了嘛，短时间开放的话，很多农民就一窝蜂的就先种了，并没有去做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检测。农业部表示讲，花莲区农改场和农业处等积极在辅导农民来改善。农业处嘛承认讲，一寡农民清洁和包装的流程是做了无够彻底，嘛或者产品自然是无法度卖去中国。防检署就没有发出检疫证明书，那原则上就是不得输往中国。输往中国的是完全没有检出任何病虫害。随时农会表示讲，已经帮助农民做紧急的处理，因为讲将来若要保有中国市场，都要想办法做好检疫。2次的处理之后，其实大部分已经合格，已经出口到对岸去。
都会积极的想方设法来做好我们检疫的工作。即摆无合格率偏悬，敢是亲像中国之前讲的，台湾的水果虫害真济的状况。农业部讲，最近文旦转内销，虽然销去香港、新加坡，但是无需要检疫，有可能造成农民对白虫害的防治变甲较生分。不过部长陈俊贵嘛强调讲，不管销去对一个，都爱用上好的品质、符合检疫的条件，这是咱对农产品一定爱有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二就是中秋啊，中秋除了食油啊，真侪人嘛会烘肉。小数即嘛是呼吁民众，若是要烘肉，爱细致，因为烘肉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的物质，所以有一寡状况爱特别注意。亲像这火炭，就要等到无烟才会当开始烘肉，啊若烘到臭火大的所在，就唔通去食。中秋节就要到啊，除了食月饼、赏月娘，真侪人一个月就亲戚朋友做阵烘肉。不过食药署提醒讲，高血压、高血糖加高血脂三关的患者，烘肉时阵爱控制饮食，唔通食伤多、啉伤多，特别重要是爱照时食油啊。三高的病人，就是糖、盐、肉类少吃一点，多吃点蔬菜。那他的药要注意，还是要吃。食药署也列出烘肉时阵定来看到的无好的行为，包括炭火抑搁伫咧庆典时阵就开始烘肉。可能会加高浓度致癌的物质，多款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也就是俗称 PAH， 食喺腹肚内，加高油脂的肉类直接放伫咧烘肉架顶头烘，油拿滴伫咧炭顶头，所产生的致癌的烟，又搁会掉伫咧食材顶头。肉若是有生过高满烘肉酱，可能会造成钠的含量伤悬。也若是甲肉烘甲酥酥脆脆才食，可能会增加大肠癌的风险。涂了太多烤肉酱，同时也可能会让这个烤肉是容易烧焦的。那其实烧焦不只会有什么 pH 的问题，它可能还有一些碳化的问题。这些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其实都不是太好的。食药署提醒讲，伫食肉时阵也搭配着各种新鲜的蔬菜水果，另外也加补充水分。换酱料时阵，莫换伤多。避免食伤过多钠加糖，安尼先烘肉才能食了健康，又搁袂增加身体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检署侦办诈骗，对今年7月初1到8月20，执行全国第2波打击诈骗切断源头的专案，有抓到境内外电信诈骗5770件，搁抓到7795个嫌犯，靠不法所得超过51亿。来看联合报，根据大学遴选会的统计，114项年度申请入学，即马只剩34个科系有采用英文的听力检定。其中大部分拢是国立大学的外文系，啊无就是全英语的全班。这科系才有采用，其他亲像是电子系、医学系、电机系，拢已经无看这一项成绩。来看中国时报，根据统计，顶半年对福建入境咱台湾的台湾人超过40万人次，这个数字是有成长的。目前福建的旅游团、探路团是希望会当赶紧到金门。啊，若国台办伫昨昏有开记者会，伊嘛呼吁咱的陆委会会当赶紧批准。国台办的发言人阁表示，该度禁团令才会当互咱台湾的旅游业行过关东。自控技术亚洲选举官司协会会员大会今年伫台湾举办，昨昏伫台北开幕。行政长杜英泰致辞的时时表示，争取民主无简单，啊，若要维护民主是更较困难。咱台湾愿意和民主国家才会伙伴共同来分享咱台湾的经验。今年1月份，台湾总统大选一日结束，伫 TikTok 这款网络境外平台，就出现中选会做票的错误假消息。中选会讲，唔那台湾，世界上侪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拢咧因为假消息、极权国家的影响，互民主选举当咧受挑战。亚洲选举官司协会 AAEA 今年伫台湾举办的会员大会，就由各民主国家交流选举制度通安怎面对假消息。各国面临的状况不一而足了啊，那各国可能都有他们独到的一些策略。台湾在这一方面的防治的成果是举世大家都给我们肯定的。
所以呢，我们很愿意提供我们的经验啊，同时也向其他各国来做学习。AAEA 是1998年成立的国际组织，目的希望促进亚洲各国选举资讯交流，推动亚洲的民主发展。今年的会员大会由台湾做主席国11开幕，行政院长杜英泰、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拢出席开幕典礼。民主是要靠争取跟维护的，争取固然不容易，维护民主更加困难，因为总是有一股不同的力量在侵蚀整个民主过程化的所有的国家跟人民。选举也必须要有民主的条件，有民族的文化，还要有制度的保障。AAEA 目前有20个会员国，咱台湾是创始会员国之一。今年会员大会有来自印度、菲律宾、韩国等等国家的代表实体参与，也有孟加拉、日本等透过线顶参与会议。中选会希望透过各国的选务专家交流，通应用未来民主选举可能遇到的挑战。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因那民主国家要安怎团结？即马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去英国访问，嘛有甲英国外交大臣联合开记者会。布林肯是表示讲，美国英国双方会共同确保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英国的外交部嘛表示，针对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英国和美国这两国会团结嘛合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英国，甲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举行美英战略对话。会后的联合记者会，布林肯讲，双方有讲到共同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We also discussed joint efforts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For both of us,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preserving the status quo, it's essential not just to us. It's again essential to countr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拄则互会美国国会开启中国州，是通过直接或者是间接甲中国相关的法案，其中无异议通过《太平洋伙伴关系法》。虽然对中国的针对性较低，不过内容是要求美国政府协调制定太平洋伙伴关系战略，应该甲台湾等国家抑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紧密合作。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ounted an aggressive campaign to increase its influence among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pressuring island nations to overturn their recognition of Taiwan, illegally fishing in their exclusive economic zones, and bribing local law enforcement to influence local elections. 来自南太平洋美属萨摩亚的美国众议员讲，中国这几年来一直扩张伫咧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互人真担心。不过，这项法案也会送参议院审议，通过了后才会送白宫由总统签署正式生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以色列是透暝针对加沙地区进行空袭，有一间收养巴勒斯坦家庭联合国的学校，也有2大面体拢受害，包括19个负责人和囡仔在内，至少有34个人死亡。即马联合国的秘书长是对外表示，联合国的人员伫这个所在死亡，因完全无法度接受。联合国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设伫咧加沙中部纽瑟拉特，用来庇护巴勒斯坦家庭的学校被轰炸。طلعنا نجي نشوف ما شفناش شيء شفنا اشلاء قاعد تتبزق مرمي في وين ما كان مرمي في داخل اللواء 以色列直接轰炸学校，讲学校和哈马斯犯罪分子利用。根据联合国7个调查报告，超过90%的加沙校舍被轰炸了严重受损，超过一半用来收容难民的学校被攻击。联合国表示，以哈冲突以来有要甲300位人道工作者死亡，其中超过2/3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秘书长古提瑞斯讲，应该进行调查追究责任。虽然上法院，不过判决的结果也无被尊重，完全无法度接受这种执行。最近，联合国小儿麻痹疫苗注射车队伫咧加沙就受到威胁。The unacceptable dangers and impediment that humanitarian personnel in Gaza are experiencing, with soldiers pointing their weapons directly towards our personnel in the convoy. The UN vehicles were encircled by Israeli forces and shots were fired. One bulldozer dropped debris on the first vehicle. 伫咧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冲突事件也愈来愈多。以色列军队伫咧空袭的支援下，攻击几多个城镇，理由是内面有反战分子。也无看到的是，附近地区被摧毁，平民百姓被杀害。以下冲突第11个月，加沙地方卫生官员讲，已经有41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镜头来去澳洲，澳洲的第2大城墨尔本是发生激烈的反战示威，将前的支持巴勒斯坦反战的示威者放火烧物件，佮对警方弹物件，互警方喷番茄水，也佮催泪加速甲赶走，结共有39位示威者互抓去，也佮嘛有造成24个警察受伤。示威者伫咧路的烧物件，向警方弹石头、马屎、加装唔知什么液体干呐。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差不多1200位挺巴勒斯坦的反战示威者，伫国际防暴展览外口对参加展览的人抗议发声，因为因示威的手段正激烈，警方是喷辣椒水、射催泪加速加手人枪支，希望因停止暴力。The police have been extremely violent towards protesters today, actually in an unprecedented way. They've used flash grenades, they've been pepper spraying people very viciously. The police violence we've seen here today is totally unprecedented and totally unwarranted. 今年防暴展有31个国家1000经业者参展，示威者认为展览内面展示或者是销售的武器，可能被用来伫咧巴勒斯坦或者是其他地区展开大规模屠杀。警方是动员上百位来自其他地区的警力。开超过1000万澳币慰安预算，维多利亚省警局批评这款示威者用暴力手段进行反战示威。They com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anti-war, so presumably anti-violence. The only way I can describe them is a bunch of hypocrites. Their conduct today was absolutely appalling. 总共有39个人因为攻击、妨碍警方、放火或者是封路的罪名被逮捕。警方是有24个人受伤，有一寡被喷到酸性的液体。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谴责暴力事件，并且讲澳洲人有权利抗议，不过就要用和平的方式进行。公司新闻张伟玲、蒋建光编辑。再镜头来墨西哥，墨西哥的执政党最近因提出一项司法的改革方案，因打算未来因全国6000多个法官，拢要用民众选举选出来，啊，毋过有引起争议。这个法案伫七十时送入去参议院的审议的时，反对党的内部有人偷走票，也人议场外口嘛有人抗议，抗议者佫装入去内底，影响表决。数百位民众拢伫国会主动投票，伫议场门口爆发激烈的挨杀。墨西哥参议院拜二想要通过一项针对司法机构改革的法案，预计未来的法官会全部由民选产生，恐惊影响司法独立甲权力制衡。经过司法单位顾问甲法律系学生几啊礼拜抗议，国会坚决通过法案的行动，引起更较侪民众怒火。que los ciudadanos, los mexicanos, pues, tomaron el Senado, entraron por la fuerza, no es lo mejor, pero no les quedó de otra. 这项法案是由特别下任的总统奥布拉多推动，会以公民普选的方式产生全国6500名法官。另外，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会为11人减少到9人，将所需要的工作经验为10年减少到5年。奥布拉多讲，安尼做是为了要打击司法系统腐败，不过反对派认为，左派执政党国家风行运动会借刑法稳固权力，使总统会当一手落大权，恐惊危及三权分立。Definitivamente estamos en contra porque no fortalece la carrera judicial, que es lo que debe buscar toda reforma constitucional, debe fortalecer el sistema de justicia y, por supuesto, un sistema de justicia fuerte garantiza democracia, paz y seguridad a toda esta nación. 这项法案伫下议院通过了后，这礼拜送去参议院表决，保证支持改革的票数，也未达到通过法案的2/3多数的规范。最后关键的一票，就看做今日调无清楚的国家行动党参议员尤尼斯最后的动向。尤尼斯顶礼拜6起就无要接党会电话，参议院开议期间拢请病假，由父亲代为出席，有期会导向执政党。公司新闻纽约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香港警务办事处认证法案，刷到来要送参议院审议。因若这法案唔可能就会造成香港驻美国的警务办事处要关门，这是引起香港和北京强烈谴责，嘛放调讲要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来看外国媒体有报讲，今日透早，北韩又搁向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峡发射一粒弹道飞弹。日本有随发出警示，
也来南韩的总统曾嘛表示，北韩无放弃用武力来统一，所以北韩是伫头散布假消息、发动宣传，破坏自由的价值，嘛破坏朝鲜半岛的秩序。来看辽国的官方媒体讲，某个风台扫过了后，当地做大水，北部的庄仔头、农田拢淹去，部分中国营运的水利发电设施嘛暂停运作。风台有造成1个人死亡，上万人受影响。在镜头，搁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指控指数8个拍运已经煞过啊！咱台湾队即届摕到3个银牌、2个铜牌的好成绩。总统府伫昨昏举办英雄派对，感谢在拍运的选手。行政院长杜英台嘛强调，无论是奥运也是拍运，拢互民众、台湾人团结做伙，拢是真公平的代志。20248个拍运中华队摕到3银2铜，是这本世界拍运上好的成绩。总奖牌数是史上第3好。代表团10月参加应邀参会，早期到总统府参加英雄派对。这边个人摕到1银1铜的桌球选手陈晓文讲，8个拍运感受到民众的热情、政府的关心加支持。其实有蛮多观众，然后还有就是也有听到加油声，所以让我感到很温暖，也很开心。这次的女双可以跟我搭档一起突破了上一届，然后包括就是还有单打的，就是延续了再次拿到铜牌。也若为这届拍运台湾代表团摕到第1个牌的跆拳道选手肖尚文是讲，伫比赛迄当阵确实是真紧张，摕到铜牌虽然真感动，但过无到家己的目标，感觉应该会当较好。在第一天是蛮紧张的，因为是代表团里面第一个比赛的，尽我所能拿到牌就拿牌，为后面的人能争取更好的成绩。因为这样子，只要有一个人得牌了，后面的人一定就没有问题了。行政院长杜英台讲，无论是奥运或者是拍运，拢互个人大家团结做伙，希望选手伫以后的比赛，甲后一代国手大家做伙努力。这一次，无论是奥运到帕运，都让国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今天对我来讲，那种光荣荣誉感是一样的。杜英台讲，已经正式成立体育及运动发展部咨询小组，希望新的体育政策会当照顾每一个人、每一个单项，因为全民参加会当有更加好的成绩，形成运动产业，和台湾的体育唔免阁一直各东各西，会当努力的向前冲。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闹热滚滚的场面，这是高雄苓雅区的街仔路出现超过20个戏台，有歌戏、布袋戏、有电影。这是当年的旧历8月万圣公妈爷信徒下神的传统。加油队，所不言敌，准备好，三在起。歌是我写着的，当然是我的。日头拄啊落山，歌戏甲布袋戏同一个时间开演，戏棚卡时代甲囡仔目睭是拢天甲大，看甲真入迷。嘛有外国人散步经过，转停落来，甲手机摕出来翕相。这个路口计共就有21个戏棚。原来这是一间圣公妈庙旧历8月份下神的传统，看起来有影是闹猜猜。附近的时代讲，较早农村时代戏棚上最有到200个。即马做安怎做少啊？无迄一个戏台老师傅无，嘛是表演嘛足忝的啊。比如少年仔嘛毋知有即种物件，啊，拢是网络看看，无现场来体会到迄个感觉，佮无共款。我感觉即个气氛真足好的。庙方表示，编纳旧历的8月份，新明生信众拢会寄付，会请戏班到庙口下神。目前日间维持14棚，不过三不五时，有时会有信众无登记就临时领邀来遮大埔棚下神。按算15天，就会超过250场传统戏剧的演出。较早这戏台、戏棚啊、歌仔戏、布袋戏，搁较济长度可能可能100-200坪。那因为即马都市化的关系，造成的这种干扰会比较大，所以慢慢会把这个歌仔戏跟布袋戏的量会慢慢会减少。寄付的戏棚也有规排回拿，拢是信众的心意。庙方嘛当地咧思考，安怎减少对社区厝边头尾的影响，搁通兼顾社神的传统，互传统戏剧会当继续伫咧后歌戏棚来演出。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昨早是发生连续5架车龙做伙，讲是因为日头伤插目，受到日头光的影响。这是大班车的驾驶驶出文山磅空的时，伊讲日头伤过插目啊，会看袂清楚，袂赴打动。全个龙做伙了后，有车祸造成一个人伤势较严重，送病院治疗，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几台汽车一台接一台开出饭巷口，大车出现了后，外口变安尼。大车带来一浪，头前的车连续受灾殃，出现连环对浪，扫掉4台车，搁较有轿车变做包心鸭，车体变形，一名驾驶受伤严重。虽然意识清楚，也毋过随风送医，其他4个人受轻伤。属翁男送医上带酒测，其余4名驾驶酒测值均为0，详细肇事责任尚待分析。5车拢做伙倒伫台北市信义快速道路，29岁小可查甫人在早起9点半，带拖车在阿摩头到工地出文山磅空了后，讲是现光，大东也被糊弄着，经过警方酒测无酒精反应，详细代志发生的原因有待厘清。我会戴太阳眼镜，因为车上会放。如果有太阳的话，就是开慢一点。就是这个光直接接到目睭，影响视线，看袂清楚。干那新北市今年前8个月，因为光线甲视线遮着造成的事故，累计发生100件，台北市4700多件。无注意车前状况引起的事故，也包括现光造成的车祸。如果遇到这种情形，驾驶人请放慢车速，握稳方向盘，也可以使用车内遮阳板或佩戴太阳眼镜来预防。排除身体因素，现光常发生伫早起也是尾仔嘛。反光驶车时，尤其出伫饭巷口，要特别细致。警方建议放慢车速，稳稳的开，广播善用遮一帮加乌目镜。其实晚上碰上眩光是更常见的，那特别是对向来车的灯光，远光灯真的必须善用。除了伫时啊有插目的日头，暗时啊驶车上路，对向车顶也是现光一大原因。专家提醒用路人，关灯唔通乱开，千万唔通变做道安的危险因子。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即马是6都内底新种专用车位停车唔免钱的都市，啊，毋过嘛，因为安尼时有一寡人登记占用，害真正有需要的人拢找无车位。高雄市的交通局即马就决议讲，对10月份后个月开始停车爱收钱啊。不过新种团队认为，这毋是爱钱免钱的问题，是新种车位的识别证认定上过零。黄先生坐轮椅，要对轮椅走去你车顶，要有够的空间。专用车位会当减轻因停车甲上路车的负担。不过高雄过去因为停新种者车位免收钱，所以有真侪新种车位互人长期占掉的。好几个月了，然后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他可能会骑摩托车来放东西，或者是像变成他的行动仓库。停伫新种车位这辆轿车，后车座规个拢是菜工具，停要到3个月啊。伫高雄路边的新种者专用车位，总嘛有1181架。新种车位识别证少有5万外张，虽然继续伫咧设车位，不过本来就无够，总嘛够人占掉的，真歹停。近年来常常发现有身障车辆长期的一个占用，所以导致他车格没有办法做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们在10月1号就开始要做一个收费的动作。车窗甲车柜拢有采要收费的广告，为了要减少占用，高雄市先将专用车柜自10月开始要收钱。算时间的车柜，第5点钟开始1点钟收30块，基础的车柜是半价15块。外观市先将者要优待，有人认为是识别证放伤灵。有些失能的或者是一些视障的朋友什么，只要是你家人，他就可以去申请那个使用，但是使用的却不。真正使用的那个停车证人，他们不是本身身障者，是那个直立人。新种团体无反对收钱，不过希望政府重新检视专用车位识别证发放标准，才袂互原本是好意的专用车位，所无法度互真正有需求的新种者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台北的两厅院标出有不输鬼在共偷翕，这是一个查甫人，伊指控讲便所内底看到有人用手机在偷翕。警方表示讲有抓到啊，嫌犯是一个阿兵哥，已经依法上班。那军方是表示会召开人评会讨论要安怎处罚。一直拍警车，佮把手伸到车内。这个查甫人一直如警察落车甲伊盘查。这个查甫人双手扣手铐。警方把人抓起来，原来经过盘查的过程，
对方是伸手击卡女警私避的部分，也硬要抢查甫警察胸杆头前的无线电。经过法院审理，新北市这位嫌犯被判3个月刑期，会当1颗罚金。盘查之际，嫌犯以性骚扰、徒手攻击员警等妨碍员警执行职务。全案当时讯后，依妨碍公务及性骚扰罪嫌移请侦办。性骚扰情形真侪种，尤其偷袭上常常看到。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找5互人发现，伫国家两电机趁有女子上便所时阵，涉嫌用手机偷袭。警方接到报案了，追查嫌犯，一直入到空军的上指部。本来就会有警觉啦，那看到这件事情，只是在提醒会更注意一点，因为有时候警觉性会松懈一下这样。涉案这个查甫人是姓汪的现役军人，警方参考伊作案的手机依照妨碍性运输，一个偷袭影像等罪嫌犯查。军方证实，因为涉及到偷袭，将会开人评会听诉。如厕前可以检视周遭有没有不明的光点，以及天花板的夹层，还有垃圾桶、马桶周边、卫生纸盒，还有马桶的清洁吸盘等，这些都是容易藏匿针孔的地方。伫咧公共场所要防止互人偷袭，警方提醒讲，对便所到手扶梯拢要加注意。譬如讲，伫咧上便所时阵，要检查附近是毋是有不明的光点；坐手扶梯时阵，后壁是毋是有人挖正挖。尽量保护家己，才袂受害。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后礼拜要过中秋啊！伫新竹的母语团体有办活动，讲月娘的故事，各家囡仔做伙爬油画、画油画、做油画的模啊。全台语的活动，除了要互囡仔来认捌中秋的传统，嘛要伫生活中营造一个自然的母语环境。摕刀啊，切油啊，油啊切好爬油啊，一、两、三。趣味的油啊，手指头啊歌，大人囡仔拢欢喜对咧唱。新竹母语团体举办中秋活动，除了唱歌，更用台语讲月娘的故事。哇，月娘家边招冰、招凉、招甜诶！来参加活动的拢是台语家庭，中秋一般拢是一家伙仔团圆，即便甲侪母语家庭做伙过节，也透过趣味活泼的方式，同齐互囡仔认捌中秋。因为平时中秋节拢是伫厝家己安尼食月饼、食油啊，安尼都算过啊，安尼啊来遮安尼大家做伙，当做伙食油啊、画油啊、滴油啊、无啊，嘿，我感觉真趣味，互囡仔有中秋节迄个感觉，吼，会晓讲学一寡，比如讲油啊，中秋节要食油啊、烘肉安尼，互伊知影讲，即个节日会当做啥物代志。活动现场阁互大家发挥创意，帮油啊装搭出各种无共款的模样，阁利用油啊皮做模啊。较有过节的气氛呐，吼，互囡仔知影讲咱有啥物节气的，会使啥物节日会使做伙佚佗啊，做伙耍啊。你讲台语好过啊？袂歹啊，因为伊就是无当做咧学，伊就是日常咧讲话开讲安尼。人讲中秋过年人团圆，透过趣味新式的活动，对自然的生活中做伙学台语，重要是阁有囡仔伴做伙哪耍哪讲台语。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要甲母语定根，就要有母语的环境。台南大学参台南高雄即卖国校要合作，要试办台语家庭计划，阁要结合机器人来教囡仔讲母语。这个学期的目标是要推展到2000个家庭，伊嘛希望政府会当整合相关的资源，做伙推展这项计划。阿嬷摕囝金箍啊，要去邮局领钱。学生对系统一句一句练台语，每一人各有一只机器人来负责。本正敢若伫台语课才通使用，即阵无受空间限制，返去厝靠网络嘛通继续学习。台南大学争取到国科会国家高速网络参计算中心的资源，并且推展台语家庭计划。按算这学期要招2000个家庭加入，甲母语教育对校园延伸到厝内，嘛增加亲子互动。本地袂晓台语，毋过用这个 AI 系统，我有进步。
真趣味。发现安尼教，伊拢比我捌搁较济小看一寡单字安尼，所以我感觉咧教这袂歹。这个年纪剧较有台语、英语做对照，唔来当陪人开讲，加当讲母语来产生相片。副总统嘛是做体验，认为这项科技有效生囡仔注心学习。另外学校搁设奖励金，鼓励亲子开喙讲台语，伊嘛期待有更较侪家庭斗阵加入。阮的家长会就感觉讲哦，安尼做有意义的，所以阮会长吼有伫阮家长会遮布一个专款吼，希望讲会当做阮学校这个计划最佳的一个推手。咱先来一个先导计划，咱邀请咱的林德国小、永福国小、个南安国小、高雄的东光国小，希望讲有2000个家庭、2000个小朋友，伫下口学台语学了，对厝会使来继续来讲台语、学英语。联席过程系统会自动收集各地头的腔口，互台语语料愈来愈多。台南大学李建兴教授毋望教育部甲文化部通整合资源来斗推萨，甲台语家庭拖到全台湾。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1998年的时，咱台湾有一出真长的动画短片《魔法阿嬷》，真侪人拢看过。用动画来呈现咱台湾的民俗文化和妈孙仔之间的互动。即马动画团队是表示讲，2026年会有第2集啊。导演王小弟是表示，第2集这阿嬷变阿祖啊，会系讲干仔孙之间的故事，嘛毋望互大家看到这几年咱台湾动画技术的成长。讲较互你办，伸手就好拍甲。讲到电影《魔法阿嬷》，一定会想到乌鸟骷髅甲演员文英的配音。1998年，《魔法阿嬷》用网甲呈现台湾的民俗文化，佮妈孙仔之间语言和生活的冲突，是真侪台湾人的共同回忆。电影到当要26年，网甲团队拍算要出第2集。第2集内底，当年的主角东东已经做阿爸，魔法阿嬷嘛做阿祖。王小弟导演表示，为着要再现过去魔法阿嬷伫日本时代的生活和语言使用，团队原底真烦恼找无够讲台语的囡仔来做配音，加在也有共学团来维护母语的传承。我就想讲，哇，要找做一囡仔讲台语呢。结果我的另外一个导演哦，曾培善导演。伊就去找，讲老师有啊，伊找到迄个台语共学团呐。哦，迄天我是我入去迄房间吼，规房间拢在讲台语，你知妈妈啦、囡仔啦，哦，实在足趣味的。另外，王小弟导演表示，《魔法阿嬷》第2集嘛，要互观众看到台湾网架技术和人才伫这20几年来的成长。这届有真侪少年辈加入，嘛运用真侪3D 的技术。讲即马哦，敢若3D 应该是较简单嘛吼，拢电脑咧做啥？无，迄足长的时间，一点仔改。希望大家喜欢看《魔法阿嬷》，支持《魔法阿嬷》之外，嘛爱想着遮个囡仔，台湾遮个爱画动画的遮个囡仔哦，实在是很可贵。团队表示，目前《魔法阿嬷》第2集当地无主，电影嘛当地制作，拍算会伫2026年完成。导演表示，毋但希望互大家来看台湾故事的发展性，嘛希望观众做伙来支持台湾网架。记者卢长如、郑春友台北报道。来看第59届电视金钟奖入围名单昨昏公布，同时台语台语戏剧盐水大饭店有入围7项，另外圣诞夜季节是入围电视电影奖。也拿囡仔节目首先的迄一天，内底的少年主持人之一景俊杰，伊入围儿童少年节目的主持人。台语台第这一届有入围18项。最后一个入围的是盐水大饭店。第59届电视金钟奖的入围名单，公司台语台的戏剧《盐水大饭店》表现出色。总共入围包括美丽剧集奖、美丽剧集类的导演、编剧、男主角、男女配角，还有原创歌曲奖，当中7项大奖。今年的戏剧种类非常的多元化，然后我们评审组合也非常的多元，除了制作人、编导演、演员。还有其他的专业技术的人士一起参与，所以整个讨论的过程我参与的第一组，我们
讨论过程大概有7个小时。各有公司台语台电视电影作品《夜王》是入围美女剧集男主角奖，圣诞夜季节入围电视电影奖。而节目内的部分，台语台节目修成的迄一天，透过走找龙溪川内底讲台语的囡仔，对因体验修成，甲囡仔生做伙的少年主持人龚俊杰。头届主持节目也入围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其实所有入围的节目，甚至有的没有入围节目，都表现得非常的出色。台湾的综艺节目其实繁花遍野，但是呢，事实上也跟环境做非常大的奋斗跟努力啦。能够今天有这样的很好的成绩，其实我觉得都很不容易啊。另外，台语台的节目看过，毋那是思念心所爱的歌。海海道南先生也入围节目类的摄影、电光等等技术类奖项。主办单位表示，第59届金钟奖的报名数量，戏剧类956件，节目类有886件，要竞争48个奖项。颁奖典礼分做2天，会伫10月18、19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记者郭美玲、郭凯台北报道。镜头来中华历史建筑北斗的文史馆舍，2018年时是转型做中华28人权纪念馆，有电视28事件相关的史料，嘛会伫遐举办各种人权的教育。纪念馆伫今年以馆舍历史、移工、儿童人权、身心障碍者的人权这4个主题，落去做故事箱啊，希望透过故事的内容，互大家来认捌人权这个议题。学员认真听老师说明讲故事的技巧，所落来动手做故事箱的角色，替水家画色水，有青的蓝的各种花草来代表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族群。这是中华馆228人权纪念馆举办的故事箱培训课程，甲一般绘本无同，是用立体故事箱来讲故事。咱今日上课的主题是关于咱的身体可能有小可无共款的这个人，就是身心障碍的伙伴，因为咱有角色。咱嘛有背景，而且咱内底阁有足侪关于咱的身心障碍，也是咱的移工相关的法规，都会使互大家知影。中华历史建筑宝岛军事馆舍，2018年转型，成做中华馆228人权纪念馆，内底展示侪228事件相关的史料，嘛有推动各种人权教育的计划。纪念馆今年选4个主题，落去制作故事箱啊，嘛来培训讲故事的技工。第一个是这个宝岛馆舍的这个历史的研究，第二个是移工的故事，第三个是这个儿童的这个人权吼，第4个是这个。身心障碍这个故事安尼，总共有4个礼拜吼，总共有8个这个课程。关于这移工行业的身心障碍的人权问题，目前嘛是拢越来越重视啊，那嘛是讲会使互大家拢会使理解，尊重的心来，互咱这个社会更加祥和。主办单位表示，人权故事箱会伫10月开放参观，时到卖安排志工导览，希望透过生动活泼的讲故事活动，互大众认捌人权议题。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全世界热翕全嘛造成农作物的收成拢无好。韩国伫即个热天，因为伤过热，因白菜产量无介好嘛，影响韩国泡菜的产量。咱台湾农作物同款有受影响，受极端气候，亲像山野、灵应、西瓜的产量嘛受影响。为着要稳定收成，即摆政府和一个业者拢在想撇步。山顶满满的白菜，这是韩国海拔1100公尺的山顶，因为地势有够悬，有够寒，这白菜拢是韩国上界有名的。若到热天，韩国有93%的白菜拢是对遮来的。不过，这个热天全球热翕，天气无够冷，白菜产量煞无好，变真贵，连带影响到韩国做轻食的业者。이 기후 조건에서는 배추가 비쌀 수밖에 없거든요. 이렇게 계속되면 한여름에 우리는 배추김치를 포기해야 되는 거 아닌가 하는 생각을. 毋但是韩国白菜有产量大减的问题，台湾最近嘛因为气候变迁，芳量减少，造成需要开花结果的水果、农作物拢减少，亲像热天的山野、金樱、西瓜等等的农作物，今年拢收成无好。为着要稳定产量，政府、农民、专家拢咧想办法，透过农业设备来调节温度。当我们那个温室气体效应太过严重的时候，伊也无法度正常的开花。
无法度正常的开花，伊就无法度正常的结果。一寡物件要用设备来克服啦，但是是成本的问题啦。大温室起来了时，我可以用微量元素气候、喷雾，还有那个设备，帮它解决到它的产期。望食业者表示，因搭望食利用喷雾、电风来降温。目前台湾发展上好的果子是柑仔蜜、甲果仔泥，原本半年修成一届，即马规年透天拢有。但是专家嘛指出，望食只是暂时解决产量的问题，若要阻止气候变迁，嘛是爱对源头来解决，才会当达成永续环保的目标。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农作物除了受气候的影响，咱人用石糖剂、除草剂用了伤重，嘛是会伤害农作物，影响人花。今年日本的东亚新创企业因着牛研发出模拟芳授粉的 AI 机器人，来替农作物人花。AI 机器人用机器手举这个正大机的棉花机，挖滚草木的花，开始用棉花头的部分去滤花。以前要替农作物一个水果的花，人花拍种，一般拢是请芳来处理。不过，伫咧有限环境的实际农场环境内面，一般拢设伫咧室内，较无法度用自然的方式来授粉。东京大学的新创企业就研发出 AI 授粉机器人，代替芳来人花拍种。因甲蜜蜂的头、巴肚、骹分做7个部分，用 AI 辨识分析了后，机器手就模仿芳的動作。こちらの表を見ていただくと、ここに花があったとして、実際蜂の頭とかですね、体がですね、こう円を描くようにですね、こう花粉とか蜜をですね集めていることがですね分かりました。AI 機器人伫咧學習分析過資料了，會當模仿芳伫咧山頂動，機器手也會學芳是個伫咧拍時陣小可做震動。和棉花會當平均體花授粉，各用監視器分辨花的形、發的方向。在授粉的時陣，調整角度對着花的正面授粉，發出來果子較水的比例到90%，比芳授粉的抑佫較懸。以後若是會當用 AI 機器人取代芳來授粉，就當減緩農產品產量無穩定，甲農業生產人無夠的問題。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天氣報道在含鄉親就會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是27度，上懸有35度。中部的溫度上低26度，上懸有33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6度。上懸34度，東部的溫度上低26度，上懸32度，外島的溫度27度至33度。咱繼續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祝親平安順心，明仔載早起9點，咱再會。